发誓为神。当郎的当差得会作弊，大人将计就计，当堂拿杨乃武300菜剖弃私刑，明着53克帮扶营长明正的人。暗地里向呢，李亚布置密室，叫杨乃武300菜辣密室当中碰头。王爷刑部众位大人隔壁头听，究竟是真是假？现在两个儿呀，一个叫上夫，一个叫上官，每个人手里向拿着灯笼，灯笼上向4个大字“刑部上司”。大概了里向，关着金杯拿杨乃武浑身的立刻气脱。杨乃武啊，你好福气啊！大人请来到衙门里向去吃酒，牛桌里的酒肆，走吧。是来了，杨乃武想各种酒有啥吃头？也不是吃喜酒，也不是吃水酒，豆豆酒，也不能服气。吃官司的人啊，身不由己，单一上立起身来，呼！哎呦，做啥？吃官司吃子好几年，身浪向的立刻已经习惯个子。走起路来吃路头，清擦擦啦。现在个刑具开脱了，反而不习惯家里向轻飘飘500两木个子。两条水往正墙壁浪向一扶，慢腾腾，慢腾腾，走至几步，稍微适应一点。那么跟着两个儿呀，打出该打盒子，往正前头过来。杨乃武真是作孽啊！身浪向迎上来，结果搿浪向上过，各国人夹满头浪向举国厚礼，已经成为残废。走路一直一晃，一曲一垮，慢腾腾，慢腾腾，辣喉咙里向拔。两个儿呀一看嘛，哎呀，杨乃武你这样拔得啥辰光去？拔得太亮，拔不进你什么？你以为要去打300菜了？哎，杨乃武啊，你稍微快点呀！慢腾腾，慢腾腾，多上呀！你以为有事体了呀？两位后退，请你们赢一个方便。哪一个方便呢？我杨乃武身上银上累累，饮醉不避，为亲买醉。伊没叫你走得快点，你反走来叫你走得慢点。两吹吹吧，你们家里大金点，你们步子可小点。难看那哈，都是了。那么两个人呀，一个前头，一个后头，杨乃武夹了当中，一步一步踏出该大喉咙，出该门走到正江浪向。金杯看你多走，该门关上，里向锁脱，不奇怪着。杨乃武踏到外头一看，呼，只看见满天星斗。自家搿桩案子，同治12年到今年光绪2年，大队4年，再过一只爹，关辣笼子里向，不见天日。哪会弄到这样地步？么自家三过一场梦，到现在还不弄清爽。今朝达到外头3水3江，只觉着空气清新，胸襟一畅。真是好雨一比呀！我们还是非经
吃了龙糊涂，是在梦魂中。时来是不轻松，与往日情缘大不动。英语高上刚刚开脱，走路不习惯，走之一途，到底轻松得多少？而一时。他们一前一后把灯就着，我们一真一假的下里公。两个女呀，一个前头，一个后头，每年扎灯笼，我大摇大摆走了当中，阿扩张惊着，得真的有点像巨人了样子。杨乃武是讲一想不得忘记特子，到死人的炮头拿出来，哼，看为你不对，都为你的国师放步。喂，杨乃武啊，你要弄不明白，到底那位是坏人了还是巨人家？嘎子打着炮头一落，哦哟，当局真的是来你呀！那快点走吧。哎呀，杨乃武想我昏脱个噻，我是坏人呀！今朝堂面老乡已经判处死罪这样，犯人当然已判决，当然国法不能用。那么清晰，对神的。来来着着，跟着你呀，一步一步往前头走，走至5百几步路，只听见石瓦子浪响，哇！哎呀，出眉头，刚刚出来，听见老乌叫，不祥之事。不过再一想，王空读书人你那像是迷信的呢？一个人的命运，哪会得晓得呢？上一世出山非为喜，压命的必凶，神吉凶吉日，七岁年营中，我们何必斗你谁母兄？话是俺讲，不过现在衙里向到衙门里向去做啥呢？是凶是吉，不得而知。讲真，人家讲大人牛出这个罪事，请我到衙门里向吃罪，不可能啊！判子现在的犯人临死之前还有吃呢，有个大头干饭、大头醉、3块老婆肉、1碗老白粥，不牛出这个罪事的。而且全是吃，该来里向，哪会得我到衙门里向去吃呢？阿位大人讲我吃罪是假的，礼雅俗堂，再仔仔细细盘问我。大人啊，你现在盘问我一点用场不？关键了小把菜身老呀，这个女人良心不拉够吃的，当拿我一口咬杀。大人啊！你真要弄清啥个桩事体？喏，今朝夜里将我的小把菜两家头帮忙团，人面对肉面，并我3尺500来之日，使得个小把菜随便还要吐露真情，该桩事体真相大白。唉，大人不会是俺做呀？不晓得杨乃武啊，不能猜着大人是确是俺做呀？
们一日内出去种地，未知此去几凶。想我明着，倘若真的帮扶营上一刀两断，我阿姐还要陪我一道死。你是牛家上高浙江前上100几声名鼓掌，我为是牛铺李非柔之人，我阿姐死得也重要。我们古镇云阳下水脚。雷杰那东巴姐姐，他名归空非柔之罪不能送。我们基地之灵后生逢，记得阿小西，我阿叔还要死，你是白个。我阿叔养起到60多岁，不是一般。我从小过几不拉里，我是2房各一子，希望我将来抱团送终。哪想得到我明着，真的送你一个终在。古镇云阳下水间，雷杰那苏大人起弹弓，他们一来耳语隆隆，你们俩大鱼笼中，佛是兜兜名归空。我们昨日之心好生逢，再想了自家高兴。我离开杭州的辰光，刚才马队长想来送我，我对你说：“你放心，此番我到北京营部堂重新审问，一定能够反正邪恶，能够出入为归家。”罗里想等我今朝日里向肥是牛铺，明朝的杀苦狼的。我家乡听见这个消息，你不晓得哭得那喊一日的了。古镇云阳下水间，我们娘子家中不心痛，他们陪伴我早早吃入住家中，吃这个牛肉一然苦。我们再相会在梦文中，我们夫妻之礼好生逢。古镇云阳下水间，我撇不下呀呀有女的小黑洞，他们3、4人在枪帮中，生生不息浮影中，我们父子之礼好生逢。呀，那不是俺一想嘛，心里想恨啊！你弄到这样一年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谁是3个人害我？哪3个人？余杭之心，心疼痛，谁家百姓10分凶。一个余杭只有60栋，一个翁不就是100升，这个2高头就深哦一口来鸡骨，也只有4地。不过闲话讲出来，这个2高头害我一眼不奇怪，这个2高头侪是我冤家，而且侪是缺后，你都害我不能让，我再想不通，再弄不明白嘛，一个人啥人呢？小白菜。最恨那必是虽然他不道理，把
把我两眼当作耳畔风。虽然你们是个道路是个谁，把杀父之手撇半空。我晓得那个男人不是你自家弄死的，是别人害杀你。你才晓得你杀父之仇抛在脑后。我不服让，等我不打架。但是为啥个道理呢？一如死要花到我身上来呢？你们害得我倾家荡产在片刻中，想到此日否已恨杨乃武想到搿大门恨牙齿咬脚条条，绝对望中胸口的当来克一拍。见我上酒手在胸，我好恨呐！当望中胸口的一击，他一路走来，一路想。一面走一面想，不过上进衙门过大堂、二堂、三堂，走到该堂岳洞门跟随。待听那半壁儿戏相会龙。杨乃武啊，你等一下啊，你来开门啊。是。杨乃武再定身躯。前头个女儿叫丈夫，也是拿出来门，手宽去脱。岳洞门一开，杨乃武，来，吃醉往里向去啊！是，来了。杨乃武打进岳洞门，后头个商官看见杨乃武进去不趁力，不注意的辰光，上头有根灯笼向腾一拉，上面了。搿根灯一直通到密室上水中为大人灯一间里向，铃咔啦啦啦一响，通知大人来人进来，大家做好准备，不能出生命者。那么商官再打进岳洞门，杨乃武打进岳洞门，对里向一口嘛，眼脱。这个地方是一家大人家的花园啊，考究得不得了，亭台楼阁，花草树木，九曲围廊，小桥流水。这两个女人都要弄错他。我现在的身份是犯人，我不是主人。倘若我是主人，在里向吃醉，那么身份差不多。我是判子西在的犯人，哪能我弄到该搭来呢？两位儿退，杨乃武呢？只怕你们弄错地了。哪里弄错他？每当我杨乃武饮醉，为要到里边去啊！对官，你吃醉么要到里向去哇？你看那该到九曲围廊，一直爬过去。九曲围廊到底，俺看见一幢房子，搿幢房子就是那吃醉的上花啊！对前头一看么，果然一幢房子，我吃醉真的到搿个里向去啊！
那九曲归来郎九曲，松松绿国国松松。一看四面的姑娘，一人一首歌，一对姑娘看又看，都在槐树里相看，花草树木郁郁葱葱。这边种的芭蕉树，那边还有大红洞。再有千年君子竹，秋天大树大风送。再对前面一看啊，一座高山非常雄伟。小大女拉人风，只听见叮咚叮咚，山浪向的水势乱到小河浜里向。小江流水响叮咚，嗖噜噜噜噜噜，嗖噜噜噜噜噜噜，一对小白兔。那白兔刷刷洗菜中，正那个些辰光，只听见外头哔哩啵哔哩啵啵哩哔啵吧，小驴起杆子，盈盈小驴一见过起杆么辰光蛮挨着呀。搿爷娘哪看得这样清爽腰里向，今朝啥个日节了？4月半日亮光来得个好，一轮明月照半空，看来一目了然中，看得清清爽爽。两个女伢一看么杨大夫眼瞪瞪眼瞪瞪，哎，杨大夫跟你毛前头走呢？哎，到前头那房子里去呀？是来了。那么杨大夫跟着女伢往身前头走，九曲回廊，曲曲回回。等到九曲回廊把我到该打没什门跟随，杨大夫等等啊！妻子在里向，你来开门啊！灯笼往正旁边柜子上向一挂，手亚当浪向也是拿出来，哐，收起的门，一开，一个女伢到里向，洋火拿出来，皮皮响，金铜蜡烛一对，点点亮，满室明亮。哎，杨大夫，还是分批呢？牛做的一个走势，搿房间就漂亮。来吃醉忙中一下进去吧。杨内务立辣门口里，两条手飞荡，眼光闪，往里向坐进去一看，去呀！他一计之时，就是今凌晨日，真不呀起你心。离开那手掌有金波波雨，谋反神色几心，这都是无数东湾城。
只看见里向新上新长子、新皮头、新正的，里的马桶家伙侪是新的。啊，前头头了个话，再对当中一看，一座战士，举中本手走一人，啥个小菜呢？丰人家呀，夫妇海为谁？真，再是一桩真不济，两副被困走一分，雨水人被人来做山兵。衙内无相，我一竿子吃走嘛，一把椅子一副板块。那现在两把椅子两副板块，阿为两个人家便为他吃走。后退役，衙内无那哈，莫非后退役陪我一同饮醉？啊，一出啥个馒头了，陪你吃醉，搿种大头干饭大头醉啥吃头呢？再讲你两家头陪你没有三副板块的了哇，现在只有两副啊。对了。不是你们呢？寻此是哪一个人背叛我啊？哼，啥人背叛是吧？哎，你认得个，你熟悉个，你有家人个，你恶心个啊？认得个熟悉个有家人个恶心个。我明白了，莫不是别是娘娘背叛我，让我见面变成家人真。都人都想到一条路浪向来。我刚正进来辰光就辣想，你要弄清啥个桩事体，叫我今朝夜里向得383棒棒头，并我3寸5来支持，努力个外界解开。大人看上去要叫383到该搭来等我一道吃醉。不过杨内务再一想嘛，我等了该搭的383讲啥嘛，大人哪会得晓得？搿些辰光又不录音机，又不录像机，阿会得两个二夜灯歇，蹲辣外头听别讲，听清爽再去讲拨大人听，收收不回。搿种人命关天的大事体啊，说错一句闲话，性命就要毁。搿么哪桩事体？衙内务太原3步3对个房间仔细一看。搿房间并不大，的确4方，现在讲起来嘛，14个平方。但是我刚刚进六栋门辰光，眼光扫过来，搿幢房子墙壁一通蛮长，不止搿点，该搭一种板壁，还会得上水里向，还原给了中外大人辣隔壁头听别讲，莫不是？即便听都预备，让我眼前体体皮真心。衙内务想到该那么开心啊！可是我血气奉生，明朝非定会得死吧？大人辣隔壁头，总归不止一个，人蛮多个。那么人一多，肯定有点声音出来。到底阿有大人，非有大人，让我来听听看。那么衙内务2条手再放，立辣门口头，耳朵遮住，仔细听。那么隔壁头中外大人呢，
众位大人来自上游寨。刚刚呢，王兴的活动头所居门的说不定两家头的扎旗。那么王爷呢，他是高里向一走，大家看里多扎旗。营部上是上层用西竹门的说不定，等些里要落功的。对面呢，是个督察院大人陈立兵两家头来刚刚实施。大理是正清实事么是鸦片局，像今朝一夜天不困啊，精神打不够，趁万人分来，让我抓紧时间喝脱一桶鸦片，往了炕上浪向，那喝鸦片，铃声哈啦啦啦啦啦啦一响，大家才不响。营务上是关照大家。万人竞争花园，马上就准备设置，不能出声音上。那么扎旗不扎，闲话不讲。到时候实事务过年度还分工作了。一桶鸦片呢，喝脱大半桶，为小半桶分喝脱。那么哪办呢？反正北京的九曲湾上还有些要追着，让我抓紧时间小半桶鸦片喝脱。喝得来这个气球。沈清王王爷一看哪桩事体啊？我要喝了，不许喝着，放我来！别气，还有一点点，让我喝脱子吧！那么王爷光喝，你皇帝个爷爷啊！我话我不听，我拉水。王爷敲脚，敲了敲过来嘛。敲得里边浪向拿衣枪，啪响脱，边浪向一放，不许喝。这是为看想不喽啊！衣枪把这个有啥办法？不喝，炕上浪向坐起来。王爷敲得老位子身体坐定，习惯，啪，所有当浪向后衣给我出来，衣装和屁，离开后衣嘛。后遗症，实事务队里看看王爷，你这个不公平啊！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！我鸦片不能喝，你后遗能够喝啊？要喝大家喝，要不喝大家不喝。王爷一看嘛，对个啊！我鸦片也不能喝，鸦片不喝嘛，我后遗也不能喝了，不喝。不晓得啦，喝后遗个人有个习惯的。后羿不喝了，移动头子里向的衣服要拍脱，望正旁边灯架浪向，那么好，不声音弄点声音出来。杨内务外头一听嘛，他怕后羿哇，实在是大人不听得讲，小人啦不是讲落位，等了隔壁里喝后羿的，没法，哪定心着？杨内务想，哼，到隔壁的大人在那听嘛。我吃子4年冤枉故事，我发点垃圾本都听听。杨内务大道理想，苍天呀，苍天呀！想我杨内务死在来世，神有莫拔。实质上今日荧幕公堂之上，能够非正非爱，哪里知晓还是哄不了哎！看来大清上是身不清我这桩爱子的了，是非龙头重生，我谁能抄袭人有水落石出得了？隔壁的大人听得清清爽爽，杨内务了发了啥子？这样一看啦，做官要做清官，不能做偷赃糊涂官。老百姓当面不敢想，把你阿不听，背后头要谋山门改，要发了啥个？像杨内务啊，你虽然么不是包公，今朝为了沈清爽那个张儿子，一夜天不困，连得王爷一直辣盖搭听。留下来嘛，看来自家个苗头在。众位大人辣隔壁头听，鸦雀无声。那么杨内务走过来，台子门前，灯子浪向锁定。
最后拿起来，洒满一杯。哎，杨大娃，你吃吃看，这个嘴味道呢哈，是，大杯子拿起来，阿玲啊，淡得很，淡得很了哟，上牛红了嘿，喏，香菜蛮多了，你吃吃个味道呢哈，香牙块拿起来，花仁炒蛋。阿玲啊，冷得了！哦哟，高子要打作在，厨房间蛮有个，日子拿得来人员烂脱个。杨奶娃，你妹妹就等了给他吃吧。你等你去请啊，那个新郎人有老了。那么两个女呀，打出密室，门关上，哐一收。在女街里向去打4、8菜，杨奶奶那是定心的在，一定心了，那是胃口开着，胃口开嘛，觉得肚皮饿，丰盛佳肴，不吃白不吃的，4、8菜等起来起来了，老是讲我要得你个只讲，要得你讲闲话了，没功夫吃，趁你分来之前让我吃撑，对，筷子拿起来一口，把这一只美人，嚓。3块，三姑娘吃口劲是俺当上，杨奶一棍子使真使劲，那个等4、8菜来，嘿，4、8菜来着，那么要密室香味，我为继续。